珠海人都有屬於自己嘅深圳灣1號。今日就帶你哋睇下咩叫豪宅，成個呢個挑高有去到10米啊！而且呢個單位一開三，每一個租金可以去到10500，由溫德姆去託管嘅，非常之唔錯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帶住你哋一齊上去 have a look。呢個樓盤除咗坐擁3大口岸之外，仲可以望到珠海嘅網紅橋、白石橋以及一線前山河景啊！以及呢個單位咧係1分3嘅，每一個月嘅租金咧可以去到1間3500蚊，等於你將呢3個單位全部租出去嘅情況下，你可以收租一個月10500，以及咧佢係有全世界知名嘅酒店溫德姆酒店去幫你託管啊，真係非常之 top 嘅一個管理模式，可以睇得到每一個單位咧都可以睇到一線嘅前山河景啊！重點係呢個租金真係非常之 unbelievable， 3個單位咧就全部都喺晒呢度，以及咧樓下有3萬平方嘅商業街，衣食住行非常方便。翻到拱北口岸以及青馬口岸只需要5分鐘嘅車程，翻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同樣都係只需要7-8分鐘嘅車程。咁如果想喺珠海呢3大口岸隔離咧投資或者係自住嘅朋友咧，都可以睇過嚟啦。咁興趣嘅朋友評論區3條路，我係小亞 ，follow me 帶你玩翻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。